老廣嚟啦，超正嘅廣州陳家祠 City Walk 路線嚟啦，又好食又好玩，唔使憂。陳家祠即係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，搭地鐵1號線喺陳家祠站 D 出口出，20分鐘內就到。門票先至10蚊，開放時間係9點到17點30分。呢度係廣東規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、裝飾最精美的清代宗祠，嗰啲雕刻勁震撼，一定要嚟睇。楊濤廣場時光隧道出陳家祠站 D 出口就到，成日都開放。喺4樓唔使使錢都可以影出超有未來科技感嘅大片，日頭陽光照入嚟，嗰個動影靚到爆。文化公園搭地鐵6號8號線喺文化公園站 D 出口出，差唔多半個鐘就到。開放時間係7點30分到21點30分，入園免費。公園入邊嘅紙花風鈴木數量唔多，但開得好旺盛，襯埋藍天白雲，靚到令人驚嘆。沙面島搭地鐵1號6號線喺黃沙伊口出，差唔多半個鐘，成日都開放而且免費，歐式風情好濃。沙面基督堂、粵海關呢啲地方影相超正，快啲嚟打卡啦！